台湾影视明星啊，名主持人呢、会输给年轻人的，你看，这就是智慧高啊，人不可貌相。你看，做的影片都还这么多人看呢，我的关注已经到达极限1万了，没有办法再按关注了，不然按一次给你看看。诶，还可以按关注哦。也有演戏、歌唱天分呢，还是主持人呢，名主持人。你看，关注达到上限了呢，10.0K 1万，关注的人数1万了，是上限了，没有办法再关注了。周一贵的神像，高雄内门呢，鸭母庙兴安宫，天上圣母庙，东边呢，神龛有看到鸭母和周一贵的神像。台湾宗教寺庙影像。